各位来报告吼，是关于台湾这个解除戒严的历史意义。啊，要讲解除戒严历史意义进程，咱需要了解的是，我抓做这个啦。我先解释讲，什么是解除戒严进程，答案是什么款的状况？安尼再讨论解除戒严有什么意义，安尼才清楚。我毋知要安怎讲就是讲伫台湾做这民意的调查结果吼，你讲哪一位总统过去对台湾的民主上贡献？啊，伫过去的民意调查内底，足常拢讲是蒋经国。啊，为啥物是蒋经国？啊，蒋经国解除戒严嘛？哦，解除戒严就是台湾民主化。我在伫外国啊国外，做一学者咧讲，嘛是拢有拄啊即款情形。所以我感觉我要讲这个主题是因为互这个民意调查刺激着。啊，第一届即个演讲嘛，是日本的広島大学。我去広島大学，去广岛大学吼，啊就伊讲啊，你要讲啥？你准备讲人权的交流，从开始要甲伊做交流。啊，未来讲蒋经国的解除戒严好啊。伊讲我爱讲是安怎？我简单对伊报告一句话讲了。全世界除了台湾以外，靠向人肯定蒋介石是什么民族的救星世界的伟人，什么民族什么民族安怎啊？民族安怎讲一堆？迄除啊咱以外无人相信，所以无需要做讲伤济。迄是内部的即个爱去处理，到咱去处理。但是对蒋经国的历史意义，这个代志足复杂个，因为总是蒋经国。1979年初期吼，设这个革新保台路线，啊，推动一定的用台湾人，这个一般拢大家了解。说来去解除戒严，我感觉这个人歹是，啊，说啥物？佮讲啥物？伊要采取足侪迄个改革动作，啊，这就是咱所了解的蒋经国。啊，若安尼的时阵，若是安尼的时阵，啊，蒋经国是毋是？对台湾的民主上面都就有贡献。我其实较进前一个刺激是解除戒严19年，按着1987、1997年，迄阵我是叫国外才刺激的。迄阵就解除戒严19年的纪念的研讨会嘛。我逐个开始讲啊，讲这个台湾的民主化对台湾开始讲是对安尼啊。啊，拄我来讲，我实在是感觉，伊若真诶也袂要紧，我讲用这是真诶，所以我莫甲大家做报告。你看，这个报告是第二届世界大战台湾历史诶开始，是啊，对这开始讲，因为台湾，我用这video我们去参考，你若网络上会看，因为我讲。为什么战后国民党来接收台湾？实在是因为当初伫开罗会议，美国的罗斯福支持蒋介石，答应讲战后台美国要归中华民国政府。啊，当然开罗宣言绝对毋是国际性的条约，伊毋是条约，所以伊就无法度解决台湾主权的问题。这第一点，大家一定都理解吼。但是问题是，伊毋是国际化的条约，伊无国际化的拘束力，但是伊代表确实美国政府的态度。就是讲美国，我想这是毋是对大家咧处理做无对？就是讲，对美国，你只要对他就食袂要紧哈。对美国政府来讲，伊支持国民党政府嘛，所以。1945年日本投降的时阵，联合国的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伊的第一号名言内底划分了日本的领土要有啥物人来接收的时阵，答案就回复中国政府的最高统帅即统帅即蒋介石。啊，所以蒋介石在拜台面来接收台湾，这是战后开始第一个。啊，所以伊安怎来？政单期来给咱带来什么？这过去历史开始讲，开始就什么光复啦，啊，
这个就歹啊，说的你捌事听咧，考不落咧教呢，其实咧多加两句也不清楚啦。迄阵的中国是一党混政、一党训政体制，所以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体制。啊，所以就说我嘛原本怎对中国怎这物件怎选台湾，这咱台湾这条历史的开始。啊，所以中国讲要民主宪政吼，咱嘛跟着就提安尼，但是这点我爱去讲一句吼，1946年正月，国民政府要宣布台湾人的国籍对日本国籍变做中华民国国籍的时阵，英国有正式甲国民政府抗议。如果英国当年，迄款去怎啊？1996年正月吼。英国当年认为，根据开罗宣言，台湾未来会归中华民国，这是英国讲。毋过，毋是即马，因为开罗宣言本身毋是国际法的条约，伊无法度主动甲台湾变成中国一部分，伊需要一个正式的条约来处理这个问题。啊，这个条约对咱了解，1951年签订，1952年生效迄个。三藩市口条约，伊是讲古金线出意外，因为迄阵无这个所在。啊，旧金山是后来才发现，迄阵无古金线，只要有新金线才有古金线。新金线迄阵按发现迄个新金山是 Australia， 啊，所以时间上很困难。啊，所以你看到迄个中文的文献，迄阵文叫做金线合约，无来讲古金线。啊，咱再有说写来，哇！少，就知了。啊，所以英国是毋抗议的，所以讲，阮无法度同意你即个国民政府甲台湾人国籍变做中国，这英国抗议，而美国无赞成，所以阵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王世杰又写过咱台湾的吴国书，后来这个李焕英的吴国书，甲讲吼，这个代志吼，做一个反对，真麻烦。爱用批，牵咧中国的十一点头，公开的批，所以看你当看，所以这就是迄阵侨民伊带来一党混政的体制，侨民伊是台湾国家的地位是无解决的，这是台湾战后开始就这个 OK， 迄时阵是台湾人，迄阵台湾人拢足热衷要。欢迎祖国，这是事实嘛？对不对？啊，祖国来了才祖国梦醒。无看以前拢朦胧就是美，所以人讲相见不如怀念。无看哪知影看到安那安尼，问题就是足遗憾的，这是第一层。刷落来，因为中国迄阵讲战来讲民主建国啦，民主建国啦，吼。啊，所以伊就开始透过各个党派，东台派代表开这政治协商会议。啊，伫政治协商会议顶头，就完成讲后尾安怎做啦，咧宪法要安怎定啦，开始做这物件。啊，这我附带加一句，决议就是未来中华民国宪法绝对无要根据着孙中山的意见。绝对不是三民主义无前线，我就是听清楚。我有一届中天宫的访问，我讲中天跟你有什么关系？我问啊，你们知道干嘛？哦，我们请你来，告诉我们，这部宪法，你讲今天你要研究，我今仔去的主题是讲我的朴实论，我讲你叫我讲这串，就你甲大家讲有啥物中华民国宪法不是根据孙中山，因为他们在 K 里那时候孙中山算的事情。啊，就是安尼，所以一定要理解，这绝对是美丽的误会。哦，你若听这里教合起来洗脑洗成功，那绝对不是啊！就盖，之前国民大会讲的，我是不赞成五五宪草的。不是我讲，是就盖就讲，这我请一定要理解。所以咱对这个宪法的理解，现在足侪都唔对，就是咱因为受到足侪即款基本的教育是安尼嘛，连法律系朋友嘛，足侪是安尼。所以动不动就这根据安怎，就是根本就无法度。因为要制定这个物件，所以一定原本的一党混政的体制，
迄段当时啊嘛吼，伊诶内容有足侪一定是违反宪政诶即个常规啊修正，所以1946年正月，孙科就孙中山老师主持会议，讲啊这修这废吼，这改，讲做一堆安尼啦，啊这代志是1946年正月啊无完成啦，所以到1946年12月。要制定一部宪法，吼，制定宪法了后，这国民党的代表就是讲，啊，制定宪法，咱这样目前法律拢违宪，咱要怎处理？所以做一个决议，是讲，即马开始，啊，佮进一步同我拄讲，还要违宪的这法律有无命令拢啊修改，拢啊废除，这是1946年12月的决议，这叫做为着要实施宪政来准备的定数。啊，这是规定，但是我这样讲已经可以。就是我无读书，我有尽量用台语，我用2005年第一届用台语演讲，有一场是日本，我讲啊，我讲伊讲话，北京伊讲就听无，我讲台语就头前学你上去我听台语，啊，翻译人啊叫我也无想讲安尼，你看，啊，你要考啥物人？是要考翻译者，是要考听的人？OK， 所以。咱选落来讲，啊，伫1949年这统治体制改的问题，啊，这统治体制是因为1949年12月，中华民国政府败逃到台湾嘛，啊，就伫中国内战失败走来台湾，啊，伫咧进前的时阵，咱最注意就是讲，这进前发生代志。我当讲1946年12月，拄仔讲我这嘛，哈，啊，1947年7月。动员戡乱，啊，这动员戡乱可能大家感觉，我会记足侪台水的朋友应该拢就是1948年才开始，啊是安怎样？因为台湾人都无感觉啊，啥物无感觉？因为228事件发生1947，台湾一片的咧高压的这气氛内底，迄动员戡乱无感觉你咧，啊状况比动员戡乱搁较歹，你哪可能有感觉？安尼讲，听我意思。你看册来讲啊，报禁是发生在1950年，因为修改出版法要报禁，唔是啦，报禁嘛1947年，啊，现在无人写，你无感觉。啊，以前报禁是限制一份报纸印几张啦，哦，问题是台湾无一份报纸印遮济张，所以就无感觉。啊，听我意思。即摆看听入来这房间的人，一个人能超过10领衫，连穿10领以上。你嘛无感觉，伊无人穿超过10领，这规定对来讲就有角，啊，但是伊是限制哦，这安尼讲能理解。所以1947年这动员戡乱提出，宪法通过了，伊就动员戡乱。啊，动员戡乱的规定当然嘛是甲宪法的规定不同款，这是第一个。啊，但是伊用动员戡乱用。总动员力，国家总动员，可能有的朋友无法度有啥理解。年纪像我呢，也是我以上的人应该就有印象。伫路咧行，有写一个驿端咧喊的，咱买茶米啊。小时候去买米，咱去茶米啊，都有写一个米有。啊，若无迄个海的店吼，你是免乌白卖米。啊，这国严中这样啥物来表现？讲你若既然拿咧无怪个牌啊，搁到卖米，啊，你个。下场就是砰砰砰，那1000无死还补2枪，这是最严重是死刑。所以咱无感觉就是毋捌拄过嘛，啊，就无即个代志，哪有迄个感觉？啊，我就是讲上严重什么情形？你要了解动员戡乱这总动员法的规定是偌严重。啊，这代志要小地步，所以1958年蒋介石命令总统府。成立着即个临时行政改革委员会，这是报告，内底讲，台湾人权问题最严重是总动员法。但是我知咱的课本两个讲出，讲到离职条款，讲到即个改变最伟大的，所以这是真严肃的问题。OK， 啊，等到1948年，啊就。就爱选
咱选的这国民党的代表啦，立法委员啦，吼啊，监察委员啦，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就来去，要顺利选蒋介石做总统。啊，这时阵，伊就通过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啊，临时条款吼，其实就是修宪。啊，伊的名声叫做动员戡乱时期，这动员戡乱就走出来，对不对？所以你就要伫宪法的这个位置，当找这物件一个形式上的根据。形式上，我还是注意这形容词很多，因为这个我都实际来讲，就要注意这个形容的意义，吼，这是第一点。所以这是伫概念还未发生的时阵，啊，下一个。我是要50条吼，煞来概念，大陆早是1949年5月20，我伫差不多6年前啊，7年前，我要写较好势，我讲咱的概念莫写1949年好。哇，迄就是我的学生呢。早阮兜讲老师啊，你出来讲，阮拢接受啊。哦，你讲要写开罗，要写迄个开罗宪不是国际法的条约，你个是你有马英九是甲伊讲，虽然足困难，阮嘛是照你意思啦吼。伊讲台湾第二定律嘛，甲伊留落去啦吼。啊，但这概念这点吼，你绝对联想讲，我为虾米讲？全台湾的人拢知影是1949年5月20概念。即摆甲你的这写要共款，我可能这是我没清楚我袂出，我相信你讲的话，知影我意思？因为大家都知当时概念，你要讲毋是这个，足上重的。我想要讲毋是。呀，我想讲，我想要发现这个问题好啊。2006年，我的学长张阳贤、张连宪啊，甲我阮就 committee 咧做208责任归属的研究。啊，我的学长张义清负责写中央政府的责任，写着单成一个报告，互蒋介石。伊讲228事件内底有足少的台湾人哦，去用啥物军法审判。单成讲，台湾虽然戒严，毋过这人送军法审判是违法的。这甲咱头一次差无多。戒严就军法审判嘛，吼，讲这来叛乱无？啊是安怎连上？是安怎连上军法审判？这单成讲的哦。我这戒严可能好重新过来读，这是我第一个刺激。第二个刺激就是，恁若有了解我的升级论文写的是雷震甲朱立伦。雷震是1960年，因为这叛乱罪，去移送军法审判。啊，雷震的太太宋英是监察委员，要求根据着中华民国宪法，根据着提审法，啊，甲雷震提审，这个动作。哇，这动作当然无可能啊！所以这个检比总统来讲话，总统就爱讲话嘛，啊，就简单，啊，讲话真简单。台湾戒严，所以雷震涉嫌叛乱，移送军法审判。啊，这答案是一致的。但是当时戒严，这个处理啊，检比总统都有这清楚，绝对是1949年5月20日的戒严嘛，对不对？毋过总统毋是讲安尼呢。然后总统的秘书长张雪光是1950年呢。是嘞，迄阵我才2岁尔，可能佫比较看不做。啊，但是事后看着感觉，这甲咱了解戒严共唔共款？好，所以啥无共，简单讲。1949年5月20日戒严，伫戒法叫做临时戒严。台湾是叫警戒区域，警戒区域。啊，伊啊到1950年就变成接战区域。那个接战地域的时阵，这个相关的法条的规定是无相同。所以
简单讲就是讲，伫1950年正月开始，拢是根据着新的戒严令，大台湾统治啊。对啊，差不多啦，如果还是讲，那不差不多一样嘛，哦，差不多一样，就讲个清楚嘛。因为1949年迄临时戒严无完成法律上的定序所以这种是种形式，即咱讲即个 due process of law， 即正当法律程序是问题即请大家理解所以伊个体制是安尼，我讲这个接战第一的戒严，这戒严甲无戒严差偌济。拄仔你讲甲安尼，咱拄仔讲啥物你有听哩？我讲伫迄个总动员体制内底，迄个比迄个牌对不对？啥拢管啊！足严重个敢有需要去戒严加一句安尼？差一大咋？就是我拄讲，戒严可以实施军法零戒严，特别伫即个1950年正月开始，迄个接战第一个戒严吼。迄就变做讲，你若是犯重大的犯罪，就好像抢劫、查话，甲电话弄，甲讲电话弄歹，即种全部咱算军法伊个你若有注意，即摆就谷歌大神查一下，你查迄个戒严法，你会记得查1948年以后进前咧后壁迄法律条文无共你就找着我讲的。接战第一的戒严，甲即个警戒第一的戒严有啥无共？你应理解一点。即个时阵台湾，国民党原来甲台湾地方嗰种来甲台湾所以对伊来讲，台湾这个是伊唯一上重要统治的所在嘛。伊甲台湾，咱有即个非常体制内底时，伊陆续也甲大家讲。为什么我人民大陆安尼统治？应该理由都讲蒋介石民主无量，独裁无胆，就是讲民主无量啦，独裁阁无会胆，暗阁胡适、欧宪在1930年有另一个评论，国民党是没有能力独裁，这个严重。就讲，我家己读的册是讲，不该统一的乱统一，该统一的统一不了。你讲就何时阵？什么叫该统一？军队应该国家化没有啊，对不对？各地水国统一无家己收阮咧讲想讲，伫广州万般皆有税，唯有屁无捐，甲爆屁要让水吹落来。你讲这伫四川那么厉害。收税收到比我高呢。我讲是迄阵的，是咧旧年，就直收，今年收了，就来我都收咪这完全都讲着体制的混乱，毋是咱大人能想象的。咱想我就想，这早是要安怎讲？这是请大家理解这情形。新农事拢是过头啦，哪有可能人拢爱税？但是真正是比咱想的搁较济啦。苛捐杂税。百种，安尼时阵，伊来到台湾的时阵，伊变做讲，伊安怎处理？蒋介石台湾就是讲啥？因为伊要我家己创造家己一个扛把，就是自由中国，所以一定要甲大家讲，台湾是自由民主的。中国大陆阿强伊个红色的。独裁的、无民主的，我伫遐讲这是安怎？讲这要讲国际听。我安尼讲，所以你大家支持我啊！我若甲伊共款，你又无支持我，我怎无甲伊无共？我是自由民主的，伊是独裁的，所以你也支持我。这是叫做这是国民党最重要的一个统治的正当上的基础，就是讲伊是自由民主的。第二点，伊啊。即种讲，你台湾自由民主，讲你有宪法，你也无选立法委员，我都选国大代表，对不对？所以伊第二项叫啥？第二讲，
我是中国唯一合法的代表啊，所以中华民国政府伫台湾无法度选举嘛，因为我代表全中国，所以这两个是变做两项。啊，这两项有啥要讲这？啊，因为你要讲民主，啊，咱嘛知影过无民主，毋过将来最重要就是无选举绝对无民主。有选举无一定民主，毋过无选举绝对无民主啊，所以一定要选啊。啊，所以台湾伊就绝对无要照宪法，无要照法律，但是1994年安怎咯？1994年，但第一届根据法律来做地方选举，啊，有诶，一辈年纪可能较重要一可能已经投过几海票啊，伊90投过海票。伫进前你投的全部地方选举，无一届是根据法律在办的啦。简单讲是安尼啦，没有一次根据法律，不是讲曾经一次不根据法律是，无一届根据法律来办。1994年以前，咱前就讲，所以但是有选举啊，所以国民党最厉害，全世界无一个像即款政党，建明伫自由化、民主化以后。可会当出钱，拢会了个先倒啊，才无倒，因为国民党即个选的你，这重要。你了解国民党，你讲伊拢乌白做啦，选举啊嘛，你通继续骂，但是会选。其他的国家遐独裁政党根本就袂晓选，互伊做袂晓做，伊就莫做你啦。听我意思无？你起码要做嘛有技术，对，你开始要做了，无要做好买就知。无一定做，无一定做。我意思讲，连即个选举制度要怎无公平，要怎限制，全部要处理。啊，伊家己遐落去动员，伊有一套机制。啊，你若毋捌选举政党，我讲准顺啊，写底要伊哪知影做？伊连要选举嘛会晓选，互伊选嘛袂晓选，互伊家己落去做，伊嘛做袂出来。我是这一定要理解，这毋是遐简单的代志。啊，国民党就是安尼来处理嘛。啊，即款情形之下，虽然无满意，无法度，但无法度。所以下骹咱就要讲1970年即个改变。1970年即个改变是很重要。其实伫国外即卖走出1972体制。1972体制，即个汤已经有啊，即个说明台湾历史一个最重要的 turning point， 是安尼讲。中华民国伫1970年伫联合国即个时阵，去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继承，就是联合国宪章的中华民国。它的代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OK， 即么较困难，咱若较早2、3年前记忆，我将这手表摕出来，先直接去联合国安理会，安理会伊的常任理事国，一直搁写中华民国，即么改掉啊？即么变成中国啊？但是宪章就从这无改，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联合国宪章那个中国为代表。我。啊，原本毋是讲你是代表唯一的中国唯一合法的代表，则看了全世界中国唯一的代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呢？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啊！啊，你要安怎？所以对伊来讲，伊一定来做一定的改变甲改革，这就是蒋经国革新保台的由来。啊，但是伊要改革就足勉强，你安尼慢慢来安尼吼。有安尼，但是进2步退1步安尼吼，我咧伫这过程中，你若有趣味，研看我写的国家定位与政治感，我比较李登辉甲蒋经国。啊，最重要是蒋经国咧，咱咧讲咧改革的时阵，伊对台湾的语言文化的压制超过蒋介石。啊，敢免讲一个都无问题，这有啥问题？咱教会咧做礼拜的时阵，咱警察入来教会，注意哦，咧做礼拜的时候，教会入来，警察入来教会啊，创啥？没收圣经
根慎思，这绝对在全世界教育书顶头，连一起。大家拢知影讲蒋经国禁止白话字的圣经嘛，咱知影是安尼，毋是安尼来，连原住民的圣经嘛没收，啊，你做礼拜是用字字安尼，啊，你就知影讲，啥物叫做汉字？啊，若有趣味，那年纪大差不多或者小我一点的人都知道一个叫圣祖语，请回去看圣祖语的回忆录，写这精彩，保证。互你对戒严体制进一步的了解甲体验，绝对毋是咱想到的。有反正这根本就无好少啊，图书馆拢有，去图书馆就着咱这买无啊，迄本出足久啊。啊，所以1972年变做一个外在的改变。啊，我当讲一个话，简单讲起来，当美国承认中华民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权的时阵，台湾的改革、台湾的自由民主，美国讲这对，毋过伊拢无啥处理。雷震伫1960年叫广东掠去，大家拢想美国怎要创啥？啊，美国大使馆迄个电报啊，已经解密了，讲啥？台湾的自由民主是一定要的。一定要推动台湾的自由民主。讲哦，速度莫伤紧，啊，真莫伤紧。只要若遮紧就改革哦，政权就叫台湾人摕着，台湾人啊国民党无共款，伊甲阿强啊无历史上的这仇恨有无？啊，所以可能我都支持美国反攻政策，这听起来感觉就讽刺，你知道？但一定美国迄阵的政策，要民主改革，但是不用太快，好咧，这是一种。但是1972年开始，特别是1978年，美国宣布要甲中国关系正常化了后，就代表台湾伫美国的战略这个重要性下降。下降了后，美国安怎？美国对台湾的自由民主人权开始愈来愈重视啦。啊，你也知愈来愈重视，你要证明对不对？所以你若搁有印象，大家想一下，1980年代重要人权事件，伫美国拢有召开公听会。我拢讲笑讲，华盛顿若只若拍一个骹手台胞就无好。美利岛事件，迄感觉一个日本朋友甲我讲，看来看去拢看到美国国会议员的关心，啊，行政部门有无？伊无看到。拄啊，迄王景宏先生去抄解密文件，抄着 AIT 的文件。但是发生了 AIT 的代表官是刘总统啦，伊无发新闻稿啦，无表示意见，直接进警局讲啦，讲无拍什么安尼讲好啦。警局讲承诺，绝对不会有人被判死刑，绝对多数的人会移送司法审判。不然咱看，什么叫做美国？这届有啦，你看甲雷震，伊甲差偌济？你看两个对照组，你就知影这有啥差别。动不动从台湾民主啊，台湾改革戒严，即款法案伫美国国会就通过，通过是安怎有效？你要注意哦，无一定有效，是安怎有效？由蒋经国了解，一定就要甲美国徛做对，而且有能力来对抗 PRC 的危害，这是蒋经国的选择。伊嘛当选择大项啊，对无？伊无，这段是伊的选择。咱理解到，这选择是应该的，你无一定就要什么讲法，你逐个选择就是了解就好。安尼蒋经国面对这个改革要处理，可以他下一页。我们开始进入。这个，因为讲改良就是意义嘛，所以讲改良改啥？这边咱讲的，对。我一定需要做一个说明。蒋经国，伊原本伫美利岛事件以后，伊想讲维持1970年开始的慢慢的改革，
这是想要做，小幅度的改革，慢慢。问题是时代无同。1960年殷海光写一篇《大江东流挡不住》，就蒋介石把雷震抓起来就挡住，很快走动就那个烟消云散无遗啊，挡住了。啊，甲1980年灭德事件啥无共？灭德事件迄个军事审判迄个记者的报道。是足关键。简单讲，伫过去的台湾，毋捌发生过，媒体有遮大的篇幅来报道反对派的政治主张，迄毋捌发生的。进前咧讲，遮拢是暴力犯，不能咱遮人发言拢讲，拢惊伊国民党出卖台湾，免咱保守党的利益，不能讲这我台湾我这遮人是咧讲啥？不能讲你爱知，你开始点。所以，这个反对力量伫灭德事件了后，一时啊，压力足大，都无2、3天就恢复着1980年以前的反对力量的势力，而且愈来愈大。所以，人知1980年民进党的主导，啊，过程中的主张是愈来愈险，这足清楚的，有印象的，就应该有印象啊，就这是一个历史的这个过程。啊，这时阵。反贪腐哪呢？内部要改革力量最大嘛，另外一方面啥，就是当然社会力无共啊。1980年时代，有为数愈来愈侪人数，愈来愈侪律师、会计师、建筑师、医师，或者专门职业人员、专门职业人员的人数愈来愈侪。而且中小企业主为数不少，啊，这人是主张要改革，因为大家人对这个家己的性命、咱的生活忽然间开始愈来愈紧张，这可能有人失去记忆啊。迄个时阵发生闽康油事件，迄是比咱一更加严重的代志呢。这可能有危险，但是无人安怎？迄闽康油事件是真甲真人出代志啊。回去 Google 一下，找闽康油事件就知道。啊，伊是安怎？要成立消费者基金会，但现在本来不是消基会，那全世界那个消费者保护协会用基金会做名，但是国民党规定啊，一个台湾敢会当一个消费者保护团体，啊，伊个团体的负责人叫做杨宝林，你若不熟悉，拍是山东大姐，你换伊个党代表。OK， 所以你不能成立消费者保护协会嘛，再变成基金会嘛，你讲这个是，所以这种是一个对体制的反抗，你就可能感觉就微弱的。然后呢，民间个人检验，讲无这个去严明的，应该哪是这国家的管理啊？这样是很重要的，你市民市民权、市民权内底最重要就是讲，市民对家己的生活，这市民运动是最重要的一个。大秘书直接发生啊！扶轮社、狮子会、青商会，尤其是青商到扶轮社内底有一个精英开始发生，这拢是迄阵1960年代无的物件，所以就是有这个物件，所以台湾伫1980年代，要对这个改图改的能力，这力造出，就是反对这种。咱社会啦，美国为主的国际施压，这是改革的重要。当然，加上国民党一连串的这种的信号，大家讲到出来歪，因为上严重是讲，既然会派人去美国暗杀江南，江南国民党派人啊，讲江南啥物重要？江南是美国人。你派人去美国暗杀伊个国民，所以佫互知，若毋知就煞，佫互知，讲美国帮你煞。你知迄阵的反应啥？迄个报纸有大家可能无注意，蒋经国开记者会，蒋家人不会再进行下一任中华民国总统。伊这个是宣布蒋家政权的终结啦。你等甲民主化迄阵宣布也是人袂去选啦，大家毋知意识到。我这是非常重要的。
一部分。啊，所以民进党，伊不是开放党禁，伊是冲击党禁，弄一个鬼啥？弄一个选边咯，两种可能性，无好声音，无得较厉害。蒋经国想的是我们不承认，但没有抓，而是不抓就是民插党、插进党，我还看他可能民进党，不加引号，这个不被承认的党，还有你的双击的就新党新气象，自觉救台湾，我会记迄阵的选举，就是迄阵走这，第一届选举，接到甲伊拼，就是迄届安尼。所以这都是最重要的，这刺激，蒋经国要安怎？伊即摆你无成立，伊就来误了选，讲叫他不要参全国大，伊个开落选，告地就来当部来说落，对不对？所以我真甲你选，无你怎么样处理？蒋经国就讲，我们会解除戒严，我们会修改办法，我们规定，所以国安法3原则，限制这个发电方，这咱了解嘛，对无？我说戒严的限制是安尼，毋是我要讲，毋是这国安法3原则，免支持台独，免支持共产主义，免反对中华民国宪法体制，包括伊的离职条款，这是一回事。这尾仔才发生的。蒋经国时阵毋是这，伊要讲去有啥毋是这？你迄阵你单主张台独，解除戒严后主张台独的下场是什么？为什么你还认为主张？这个人为什么自我？解除戒严以后，你继续主张台独，根本不用国安法来处理你，他根据的是惩治叛乱条例，对不？所以，难道我们争取100%的言论自由？那是解除戒严以后呢？跟你讲的不是解除戒严以前咧讲尔呢？所以解除戒严第一个限制你要看到，对不对？为什么呢？简单讲，对解除戒严内底，因为原本伊是动员戡乱体制，对不？对我讲嘛，对不对？所以解除戒严还在动员戡乱嘛，对不？还有惩治叛乱条例嘛，还有刑法100条嘛，所以解除戒严怎么也不可能完成台湾自由化的改革，这最重要。再讲一下，解除戒严绝对无法完成台湾自由化的改革，还是无可能的代志。安尼对蒋经国历史评价就是还是第一条讲起，第二条就我讲就因为即摆，我大家拢咧演讲，即个台语，我新闻的官拢在讲转型正义，不然转就好啦。看咱讲为啥物呢？就是即个，我请教一下，这问台湾即摆有戒严法吗？请问台湾现在有戒严法吗？我可以问一下吗？有。有啊无？有，这无啥来讲，就是有一字尔。但我问的是讲，根据戒严法，解除戒严以后，戒严法有没有效？小姐，根据戒严法，解除戒严以后，戒严法能不能产生法的拘束力？这一般人是讲，该解除戒严的，跟那戒严法的拘束力，对不？你法律有可能来无效，我们是这样想嘛，对不对？我想跟你讲，制定戒严法那些诸公们想的比我们复杂多，他觉得不行，太危险了。为什么？解除戒严什么意思？与原本解除戒严期间戒严的时阵，足侪人权受到伤害。所以解除戒严以后，应该是救济定数要这定义戒严法，就是规定讲解除戒严以后，原本伫戒严时期去互分发新法的老百姓，用于申请上诉。这上诉实在是法律用语，都地面执行委员来上诉什么？其实就是再审、重新审判。安尼的时阵，有后戒严、后戒严的法律，对不对？重新来审视戒严时期这样物件是不是合乎正义？安尼，伊若要宣布无罪的时候，就是爱赔，全部爱处理。
蒋经国拒绝。是安怎讲？伫戒严时阵的这案件，冤假错案之多啊！你也知影，不是讲判断，不是只有判断犯哦，还有其他被送进化审判的法庭，我都讲是哪家年哦。更不要提说，有的连那进化审判都没有，利用政治力介入案件，那有多少啊？啊，若这样显出来了后，国民党的统治体制可能会动摇哦。蒋经国不可，啊，就是安尼，到尾则成立不当补偿基金会，好由基金会来补偿戒严时阵这政治案件。我是就讲，大家要了解，该读戒严原本也有一点小小的正义的追求，这一点小小的正义的追求被蒋经国一手给挡下来，所以应该说，对戒严甲后戒严对戒严嘛吼，对戒严甲后戒严以后这体制改变，根据着戒严法，应该来重新过来审视戒严时期这人权的案件，国家有规范。侵犯人权无？这原本来处理，所以这点是一个戒严体制专门正义啦，对无？但是这个物件伫历史上无发生，所以咱讲，政治局爱有这代志，负最大的历史的责任。啊，你问我讲，若是安尼的时阵，有啥物通处理？我甲你讲，若是会当重新进入司法审判。那当事人跟他委任律师就可以阅卷，所有的档案资料就可以全部移送到法院去，对不对？按来行，所谓历史的真相探求，下面人是了鬼啊，下面人甲我出卖，想让你还乖，我嘛当使干是？今仔个咱搁咧讨论讲要定什么法律，要开放什么档案，可能要等到今仔日1987年来处理啊。1987啊，即嘛，我迄年哦，我开始大学教册。30档啊！我已经要退休啊，怎么搁讨论讲党外面开放？你知足有罪。我毋知影当哪久，我可能感觉人生充满机会，应该真紧着，你就想要到吐到还要退休啊，去代志去查一份。所以这就是要大家解释讲，为什么要重新来考虑、来思考，比方说这解读戒严的意义，其实连带是大家来思考，蒋经国甲国民党伫当历史有问题啥？咱重新来思考。台湾人要对一个无自由、无民主的体制，要加强自由民主的体制，要脱离台湾开始自由化、民主化，变成一个自由的国家，这个评价历史的评价，要重新去思考。这绝对，这个功能不归属于蒋经国。当然，该除戒严是有意义的，要解除军管嘛。好啊，哪一种上街头应该了解。该除戒严以后上街头比解围戒以前多了不少，相对安全一点，不要去踩到红线。哦，你莫讲街头可能安全，你能讲出这个别物件，街头土，所以这是真重要的物件。只是讲，这是自由化改革的开端，而不是完成。哦，历史就应该历史脉络中给他一个适当的位置，不要给蒋经国的晚年造成。这几天要讲的重点。我即摆来开始讲，这个和政治戒严刷落去的相关的语言题的这个语言戒严下来。啊，拄啊伫戒严迄一天，我拄啊伫这个高雄，讲公园吼，有一场分享演讲大会，足大场的，差不多2、3千人。可能我第一遍面对遐济人演讲，啊，迄一天戒严我拄写一首诗，写了我就来定念，啊，我念互大家听。这1987年7月15，台湾戒严纪念，我的诗的名叫做《戒严以后》。关于戒严的拢我来39档，台湾将机会来抛放，
行咱自由飞来飞去的一片天，无论要飞悬也飞低，拢袂过去碰到可恶的铁线网。毋过真奇怪，也无人放炮仔来庆贺，也无点仔免费招待过路人，无去食伫街头翕着欢喜喊话的镜头。干那报纸顶遐摇尾仔摇甲强强咧转去，其他一切拢共款。你的杯邮局照常替你生活，收袂到的债也永远寄袂到。党外杂志犹原互人手空空，你的电话犹原有人替你听详细。改验以后，一切照常。咱台湾犹原无政治犯，敢若有良心的冤冤犯。军训教官犹原继续伫校方内破坏咱的教育。安全单位犹原伫每一个所在制造无安全。改验以后，犹原伫黑暗中。有两蕊猫的目睭，射出互人惊吓的寒光。头到迄首诗啦，我写的时阵是用华语写的。我爬起来念的时阵，演讲的时阵，我就想我今日改就改念，我演讲我面对2、3千个人，我要念我昨写的诗啊，我华语写啊。我就念袂出来咧，袂晓念咧。伫面对遐济人，对遐尔大的情形，迄个时代，1987年伫军长大会演讲，你无可能讲华语，你知无？你袂当讲华语，你只讲台语，迄阵有遮大压力。我的诗当然爱念做台语啊，但我用华语写啊，念我提提吐吐。等于就足艰苦的啊，所以迄个时间我顿悟，我讲这绝对有问题。我做一个台湾人，我家己写的诗，竟然无法度用我家己的母语念互咱的同胞听，这有问题。所以我是顿悟，是觉醒，所以我等于是改做台语。当然，我迄个时阵台语也无啥会晓。所以就是家己土上学袂改，想着讲这可能是一字，迄阵嘛袂晓罗马字，所以想一字就写一字安尼，就发表啊，当然你只要看了，这是最近才改的啦，这拢敢有玻璃字啊啦，这种标准化的啊，好来，所以咱来第一来探讨讲，拄则里头我念的首诗啦，拄则有听过。四化原教授下间讲，你知影讲现在我太写咧嘛，诗就是语言嘛哈，你知影诗就会讲着以后要发生的代志。我迄阵写就写安尼啊，所以你若知影讲，是安怎台湾的改验啊，是咱我的感想太安尼。所以我就讲，迄个语言政治改验啊，语言敢着改验。敢就已经改验。那我个人的语言的改验，咱这个改验，咱伫台湾这个思想的改验，其实有足个难处啦咱即摆第一就是讲成意识的改验所以你讲有台湾意识，好有台湾意识，这一站你有台湾意识但你有可能无语言意识，就你语言无觉醒，你语言无改验你有语言改验你无一定有文字改验你可能我讲话时，我要讲台语，毋过我著你要写台语文我反对安尼。所以足侪赞呢，3、4赞的所以迄个改验是足侪赞的。我个人的语言改验是咱就退档退档是啥呢？当机唱档退档是安尼，拍一甲恁顺就我请瞬间就请无管你上当偌久瞬间就请我迄阵就是安尼
所以我头讲顿悟的啥？咧面对遐济群众，压对遐尔大之下，我竟然无法度甲我写的诗用我的母语念出来，我瞬间顿悟，就是退人啊！我著迄个第一首我用台语写的诗，我以后就全部所有诗拢用台语写，无半首搁写华语。我真正已经写3本华语的诗集啊，但是迄个瞬间，我著退人啊！安尼社会语言改革咧，就哪像退兵啦。退兵是啥？你知无？你啊冷冻库甲物件摕做退兵，爱等偌久？你啊爱较有耐心的咧，你吼等袂赴哦，吼，你就哪像退兵啦吼？迄是差足济吼，咱来看。所以咱来看1987年7月15改严啊，照讲就应该拢改啊嘛，对不对？但是你看。台湾人办第一份母语文学的刊物《汉字诗刊》，迄个我参与发起的吼，是1991年。你看，安尼几档去啊？你看退兵退几档？4档去啊！第一份台语文运动的刊物《台湾通信》嘛是迄档伫美国洛杉矶创刊啊。即个刊物我嘛参与着，后来我去做迄个总编辑吼。咱小学的母语教学，母语开始讲母语课日上，爱到2001年呢，爱几档去啊？就是讲学校内底国小讲开始讲会使用母语来上课啊，爱2001年。即马大学内底讲要设立会当有母语的系啊，像咱即马才有啊，台湾语文学系，迄第一个设立的是台中教育大学台湾语文学系，2004年啊。迄当时我嘛伫现场，足侪人去遐排队，迄个副总统李秀莲来来主持的，请洪维仁教授来做系主任，我迄阵嘛拢有去甲伊庆贺，2004安尼，我是讲到几分？3点4点，无爱看者。第一个母语电视台，客家电视台爱2003，原住民电视台爱2005。河洛台语电视台，伊毋是要直播，人走去。可能伊含司法河洛电视台，河洛台语电视台，毋知，高中还毋知我即摆是用河洛啦，河洛即两字。因为咱无爱迄落河洛，咱无爱迄是简单的迄当然就是台湾话，当然就是迄个黄河落水，毋是胡闹，咱原来胡闹有迄个歧视的意义，所以咱无爱。所以我即摆发明一个叫做和乐融融啦，和乐而不为安尼吼，叫做和乐台语，和乐台语会当感情和乐话，嘛咱感情台语啦，客家台语嘛，咱感情台语，嘛咱感情客话、客家话；原住民台语嘛，咱感情台语，嘛咱感情原住民话。所以，逐个语言拢感情即个台语，无迄个纷争啦若无即摆继续纷争就会有问题咱来继续。所以，咱即摆转来校园内底讲看伊语言改良先怎？迄阵我迄天伫遐演讲了。阮就开始组一个组织，叫教师人权运动、教师人权促进会，开始介绍校园的改良，所以第一个改善就是讲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改良。第一个就是人治修，人治修，迄就是阮先仔会去，迄阵先仔会去互改聘，会去互国民党安校赶出去，就是人治修改入啊。迄个，我著甲记者讲，开记者讲，真是修我迄个思想介入，讲我写的文章是思想问题，所以我有改变。人是就讲无即个代志啊，我著伫记者会讲，若无即个代志足简单，你甲我安全资料摕出来记者来看，安尼就解决啦。当然伊袂当，到真拢袂当。到今所有人安全资料拢袂当公开
但是做这做当然毋是头你迄个我原兄咧讲的，你着知影，当然迄个社会规个力量真大，但是迄阵的教师人权运动的力量会继续受影响，因为阮迄个直接所以阮会要求，我迄阵行街头第一个诉求就是要求安全单位退出校园，所以第一个，所以1992年真是就撤除1992年当时撤除安全必须性，我迄阵就是我捌伫成伫即个专科校教，迄阵的安全单位伊就是拢咧写我记录，去我看着，去我现场掠着，咧影我物件，现场我掠着，即个92年撤除，教师评鉴制度，我迄阵要求大学爱设立教师评鉴制度。我讲老师教好毋好，学生才知影。无伊就讲国民党较知影的，无咧互国民党评鉴的，所以我要求爱设立教师评鉴制度，即摆拢有逐个人大学内底教册拢爱学生评鉴。教师工会成立，我迄阵要求讲，互教师做工会。社会拢无法度接受，讲教师也毋是工人，是哪做工会？教师工会已经2010成立教官退出校园，真个发较真。我最近看着讲这教育部回答，2017年就是今年啦，过4档就要退出，完全退出校园。但是2017年今年的4档前，伊就安尼讲咧。这是第2遍啊！这第2遍讲过4档，过4档。我迄阵当初医生讲过4档，我就写文章伫自由时报发表啊。我就讲，咱要等我第4档，有影？这第2个4档过来啊！教官要退出校园，遐尔困难，你看。若有教官伫校园内底，就无所谓学术自由，你知无？你所谓台湾的政府开偌济钱，讲要控倒一间大学会当入去世界排名100，无可能啊！你若学术自由都无，你要讲啥物学术，无可能啊！所以这是第一条，我当初你讲这是第一个阶段啊！你爱先撤除教官这个制度啊，才会当学人讲学术自由啊。但是咱教官也更毋敢迈出去。虽然虽然教官即摆伫校园内底。较美秋啦，上阮校的教官先是校若要用啥因来选，要用咱选，所以有啥问题选伊倒搭，有当找教官先，伊就较美秋啊嘛，但是毕竟伊拢存在，语言的改良，头我讲的本来赞啊，所以语言的学校的言论自由改良了，也无代表有语言改良。就是要有语言自由，才是语言改良。伫校内底，老师伊要用啥物语言教册，是伊的自由，无任何人敢干涉。爱安尼啦，但是即摆校内底敢有安尼？你说，咱敢真正有语言改良？台湾的社会教导敢真正有语言的改良？咱来检验这个代志好啦。广播语文啊，刊物头仔讲1991年创办《汉字时刊》。咱即摆看已经停刊的台语文的刊物，甲即摆存在台语文的刊物，停刊的汉字时间，办到第7期，第7期就我的专号就停刊啦。来夜景、台语风、方向、联家会、台湾通讯、台湾网报、官网会时间、台语世界、台湾语文的拢总停啊。这个咧我参与有包括台湾语文的、台湾通讯拢停刊啊。遮济迄个时阵1990年到当，即摆现存有诶，这啦海洋，这个长打起来诶，189期啊，海洋台语文学杂志拢无停啊，我逐期拢有发表物件，第1期创刊号诶诗是我写，叫做《海洋宣言》到当，这两本等下无问题，人要送这189期甲188期，就是这2期剩的无再来我拄好方便再来尔。台湾网报通讯就是本地阮伫美国办的迄个台湾通讯，刷转来台湾，
迄阵我就讲我无要搁变啊。吼，迄阵足侪物件，我伫美国时拢感觉讲，伫美国做这工课拢无意义啊。吼，包括迄个世界台语文迄个世界台语文化营队，我嘛是伫校外办咧计划讲，这若无转台湾无意义啊。啊，甲包括台湾通信，啊，所以台湾通信后来就甲伫台湾的台湾广播合做一个刊物，叫做台湾广播通信，即卖还佫存在，就即个。啊，佫迄个台南市政府有办一个叫做台江台语文学，啊，就因为伊有办一个盐分地台文学，啊，就是黄庆年就去甲迄个政府，台湾县政府，迄阵的县政府，讲啊，恁就会当出钱办华语文的刊物，是啊，袂当出钱办台语文的刊物，啊，所以办一个台江台语文学，啊，台南市政府办的，啊，甲民间的台湾建线，就安尼尔啦。那剩的可能我有迄个毋知影，一两个啊3岁吼，但是就是已经，你看差济。照讲哦，照讲应该愈来愈兴旺，敢毋是？但是敢毋是安尼？咱来看母语教育现况，国小必修啊，2001年到当啊，拢一节40分钟，到当啊，拢无可能进步啊。国中哦，选修就是。免收啦，你知哈？就无啊！啊，迄是公听话，我拢去参与的啊，逐个人去坐干咧啊。迄公听话我拢有听着啊，公听话就是拢支持爱必修的啊。但是国民党政府就敢甲你推翻，哦，伊当时就是甲你通过是无，哦，过来，咱来检验台湾语文学系的现况。台湾语文学系伫台湾，你即马伫台湾有看到足侪，有足侪台文所，足侪即种台湾文学研究所，迄是拢无台语哦，迄是拢华语文学的研究尔。敢若有几间校有，哦，啊，但是即马全部拢有用台语的，甲台中教育大学，剩的上日师大有2、3个老师、3、4个老师。清台1、2个老师，其他拢华语，吼。啊，已经挺少的，真理大学的台语系，啊，上早办的，听讲伊做上早办的啦，啊，上早成立的，但是就已经收啊，啊，这倒啊，中山医学大学台语系倒啊，啊，旧年倒啊，所以即马若讲台湾语文学系。那真正即时代即嘛叫，因阮阵就甲改做台湾语文学系嘛，但是伊是敢若2、3个老师在教台语，其他诶嘛是用华语啦。就甲台中教育大学，所有老师拢是台语教台语诶，吼，伊这是当做设立时阵就是设立安尼，也别教国小诶吼，艺术之类吼。好，咱来看母语电视台现况是安怎？看起来像是袂歹啦，吼，都有原住民电视台。我在座各位有去看原住民电视台无？啊，真少吼。若有看的，可能我感受共款啦。他的原住民拢讲华语，吼，原住民他的拢大部分拢讲华语，吼，真趣味啊嘿，吼，台湾的原住民是讲华语的，吼。啊，客家电视台，你有咧看无？客家电视台客语是较济啦，吼，但是。伊效果到底生怎？我感觉啊，是颠倒甲即个客语关伫咧电视台啦，吼，谁去转呢？敢我敢有一个学生讲，因兜的电视台，敢会晓看到客家电视台尔，吼，因兜的其他的电台，伊就甲锁伫遐，所以囡仔转过就甲迄台尔，吼，啊，其他的人诶，我看拢都只人去转迄台，吼，所以变成讲，你设立一个语言电视台，是甲语言关伫迄个电视台。哦，所以以我的主张，我是主张爱开放，互语言伫开放伫所有电视台，毋是关伫某一个电视台。来，继续。咱来看公领域啦，公领域母语使用的情况是安怎？咱的电视的，咱这单位性节目，有偌济人使用母语？照讲，这证明是节目应该是讲台较济，对不对？
但是咧，并无，并无，足济台语怎讲诶，拢讲几句就欢喜啊，讲几句就欢喜啊，来，咱来去七柑仔店，七柑仔店就是 7-Eleven 啊，七柑仔店啊。七柑仔店，你去遐会讲台语袂？啊，去尻川店会讲台语袂？尻川店对去麦当劳去尻川店，去倒落尻川吼。去遐你会讲母语袂？有几个人去讲母语？足侪人去拢主动去讲华语，这公开领域啦啊。伫校开会偌侪人使用母语，伫公开开会时讲母语，阮伫教育部的时阵。迄个国语法顶，阮拢讲母语啦，讲台语啦。我伫遮，我就伫遮做副院长嘛。我伫遮主持会议，我拢讲台语啦。其他所在敢有对看？啊，伫校长主持的，我爱报告的，我讲台语啦。甚至迄个学校的校务会议，我无讲台语的。我讲华语的。我啥讲华语，就是我要互即个系数会当生存嘛。所以我虽然校长支持我，但是我无爱引起足侪人对我反感嘛哈。所以我伫个会议我讲华语的。敢若我隔壁一个有一间迄个电工所的迄个所长，伫我隔壁，啊，阮两个去讲台语，伊爬起来发言说讲，我隔壁一个台语系主任，我要讲台语，所以伊讲台语咧，迄是唯一一边。所以足侪人伫公开场所自然就讲华语。我迄阵捌讲过讲，足奇怪，记者若摕麦克来采访，迄麦克若是国民党做的吼，啊摕来就讲华语，敢袂讲无讲华语是安怎？啊，电视记者甲你采访啊，遐侪人哦，平时甚至咧做台语运动的哦，嘛拢就讲华语。来继续。后来，我即摆就讲台湾目前是进入大实民。什么叫做实民？中国民党来台湾执政就是新实民，迄是继续日本人伫台湾的国务政策啊，所以迄个实民。啊，即摆伫台湾民进党执政的，民进党执政的，我讲伊是大实民。什么大实民？伊拢完全接国民党的全盘的物件咧做，啊，安尼叫大实民啊！你若看过即个迄个爱尔兰的独立运动内底有一篇台湾有做啊哈，叫做 Michael Collins。Michael Collins 伫台湾那翻做什么英雄本色啥货啊？因为逐篇拢叫英雄本色嘛哈，那迄种的，迄出 Michael Collins。毋着互派去和英国谈判，谈判了转来，因个人就讲你出面爱尔兰人，是咱北爱尔兰爱去互英国，所以阮无法度接受，所以就开始来填嘛。Michael Collins 全部拢用英国人的遐个电波武器去镇压伊家己人，迄阵内战杀死人比英国人杀搁较济，迄叫做赖世民啦，赖世民。咱即摆伫台湾，我看到啦，我看到是赖世民的现况啊，拢继续接纳华语，继续华语是伫台湾赖世民主要的工具啊。你看，台湾人的华语世代执政啊，这代表台湾进入赖世民。即摆执政的是华语世代啊。因讲华语足自然的，袂感觉歹势啊，嘛讲我足好啊，足认真啊。你可以讲母语，讲我共好一话啊。台湾的总统公开讲华语，接待外宾讲华语，接待外宾讲华语，我是上我来接受的。你爱翻译啊，中一个人翻译啊，迄个人嘛听有台语啊。你总统，你台湾人总统，你是哪无要讲台语好听？你法国人，你话美国去遐访问，美国总统遐访问，法国总统就是讲我讲法语，迄个请翻译这伊敢不晓英语哈？伊当然会晓嘛。但是，迄就是国家的尊严，但咱台湾无，
迄阵后边做着安尼啊，我现听到的啦，拢讲华语，互伊翻译，互外国人听，翻做英语，到即摆拢安尼李登辉嘛安尼，即个蔡英文嘛安尼，是哪安尼？因为台湾人无计较啊，台湾人民无计较咱遮头人公开讲华语，感觉 OK 啊，无要紧啊，我头仔讲，伫戒严的时阵，阮去伫台北演讲受压力的啊。我迄阵讲台语讲袂认得呢，因为我迄阵嘛拢关系，还袂有语言学证之前，我嘛关系讲华语啦，所以我嘛讲袂认得啊。我后来才找参考呢，讲袂认得啊，感觉足见笑。但即摆无人会安尼啊，公开分众演讲拢讲华语啊。拢选会掉啊！无讲要选总统，选入去拢选会掉啊！台湾人无计较，台湾人嘛无计较，咱的台湾作家公开写华文啊！台湾文学的主流是华文呢，即摆台湾作家、台湾文学要接到你台语文学，无甲你计较，你就爱欢喜啊！台湾人无计较啊，所以咱台湾作家写华语。会当，逐项拢有啊，会当选入去课本，会当得奖，大家嘛较尊敬，伊太可能会去放弃，怎啊来学台语，学写台语？无可能啊！伊无迄个压力啊，伊用华语写，较好势咧，对不对？伊惯势啊嘛。伊即摆要放弃，搁学台语，哇，那写书你轻看啊！我当然无要做啊，对不对？所以要叫伊放弃，无可能啊！过来，高中的课纲文言文的比例占45%、75%，打通过啦，打通过啦这若毋是大市民较有可能安尼做。这个时阵，执政的是民进党的政府呢。教育部长讲互做，迄阵阮汉尼做伙讲的时阵，因就讲互做，你免烦恼啦，即摆你看，咱内底拢咱家己的人。迄拢咱家己的人阮通过45%、55%，文言文是啥话呢？文言文这从来毋是人讲的话呢。咱叫咱的囡仔爱读遐物件，读遐悬，搁迄无包括啥？无包括古典文学呢。迄个《儒林外史》啦，《红楼梦》啦，啥话？迄因讲迄毋是，迄无算呢。安尼综合综合加起来。我看到70%拢是中国古典文学，包括诗，古诗，看偌济个，咱的囡仔拢爱读迄呢，甲恁通过，这个我叫做迄个，叫做鳙鱼之乱啦，鳙鱼啥？鳙鱼就章鱼啦，现在章鱼伊有一个姓张的叫张小峰，伊无咧录音，所以无要紧。张小峰，有一个写诗叫余光中，叫做《章鱼之乱》，因主张的，包括作者记者里，包括咱遮的作者老师，这就是台湾进入大市民的证据。咱不但是互中国市民，咱阁爱互古中国市民。2000当前，古中国来甲你市民，咱遐囡仔读遐个物件要创啥？伊若无读遐个物件，伊有偌济时间通读现代的文学，会当读世界文学，会当了解全世界。结果咱咧读遐个物件，遐物件有用着无？就想到迄个曹昌庆讲的，讲我来台湾参加恁这政治性，结果也毋捌看过倒一个国民党的迄个出席的人讲文言文啊，无半人讲文言文啊，恁阁叫人读爱读文言文，有看到倒一个作家写文言文要叫人拢去读文言文，读较要创啥货啦？哪有用着？根本拢无用，我读过一文言文，我文言文算读足好的啦，算读甲会当考倒老师安尼，我拢毋捌用着。除了考倒老师以外，我高中就考倒阮的国文老师，我到博士班才考倒阮的迄个汉学家迄个老师，伊讲文言文就是讲毋对。我敢有除了这我敢有用着？
完全无用着啊，甚至佫有害处。啊，咱咧写迄个现代语文的时阵哦，内底足侪字，足侪什物碗过迄种文言的口气，有无？迄工啊，有一个台独的什物哦，自称伊做足进步的，我有一个朋友发张 email 来，写内底足侪字，哦，我私下回讲，你敢会当甲字改做倒？字是文言啊，倒是迄个白话啊。啊，我搁讲，你敢会当尽量用台湾语文取代中国语文？啊，无你喊我咧主张台独是咧讲啥？啊，伊私下回讲，对，你讲有理。啊，你即摆就看下有张批会使哪写，再来。所以台湾什么时阵才会当语言改良？就是讲政治头人公开会使用母语讲话，政治头人伊家己要安怎讲？李登辉当时有安尼讲哦，讲我即摆做总统，我安尼家己带头咧讲迄个台语，是咱台语已经到无法度的时阵，伊是嘴安尼讲啊，伊公开讲的拢是华语，敢毋是？啊，佫是真不得不起的华语啊。当然，伊讲的台语嘛不得不起啦吼，啊是，但是比华语较好啦吼。啊，毋过私下拢爱讲哦，我带学生去来见面，伊嘛甲学生讲，我都无才调，毋过恁转去吼，恁着爱用台语写日记啦。安尼，私下拢爱讲，对，公开无，咱就是讲公开政治头人公开讲无语。作家有语言觉醒。对使用华语写作会感觉歹势，啊，伊有感觉歹势啦。因即摆无拢无呢，因即摆就是我头讲的讲，啊，恁写台语文，我即摆有甲恁吼，算做阮心有较宽，我有甲恁包容吼，你爱欢喜啊！你即摆佫倒转来讲，我袂使使用华语吼，啊，所以因袂感觉歹势吼。但我你看，你像爱尔兰伊得诺贝尔文学奖。伊嘛是讲咱爱尔兰的作家，着爱像Douglas Hyde安尼用母语写作的，才是爱尔兰的。啊，甚至伊家己无法度，伊有感觉歹势啦。伊虽然得诺贝尔文学奖，伊嘛感觉歹势咧，会当用迄个，因为伊算做外省人啊，伊算做按英国过去啊，所以讲我家己无才调，啊，毋过Douglas Hyde有才调用迄个记录写，伊这是咱真正爱尔兰的作家。啊，所以伫爱尔兰，你用英语写作，着诺贝尔文学奖，伫爱尔兰叫做央格鲁，迄个爱尔兰文学，央格鲁头前面挂伫央格鲁。啊，你用 Irish 用迄个记录写，才是爱尔兰文学，当然毋是讲爱尔兰，为迄个苏格兰甲威尔斯拢安尼。啊，所以我伫台湾，我捌主张讲。咱台湾的华语写的文学应该写是迄个中华台湾文学，啊用母语写才是台湾文学，大家拢我当作笑的。好，第三讲台湾人会当自由自在使用母语讲话写作，当伊随时伫任何所在公开的场所也好，任何所在，伊讲伊母语袂感觉安怎，毋免甲问讲恁听有无，毋免安尼。伊就是理所当然，足自然就是讲，哦，啊写作嘛共款，会当自由哦，自由写作哦。啊，当然要自由写作，你爱就是爱经过学习啊，哦，你爱经过literacy啊，你爱学啊，无可能讲你晓讲台语就无当伫晓写台语台文啊，无可能，你爱学嘛，哦，爱经过文字教育啊，啊，你肯用这时间无，哦，就是讲台湾人开始决心无要做母语的文化。讲我决心无要做母语文盲。我虽然摕着博士学位，我虽然是做教授，不过我是文盲，敢要安尼承认，然后敢要去学习，安尼就较有可能讲语言改良。安尼到底是什么时阵？后一点，爱后世代才有可能。啊，佫有这一条件才有可能。咱即摆当咧推的国家语言发展法，哪会当顺利通过？即摆伊工程拢办了啊，即要送立法院啊，我是足担心啊，因为迄个议题就是语言袂清的议题，佫伫遐，吼，啊语言的议题佫差落，有可能用到起来，吼，啊，所以我即摆提出讲，用改做和乐融融的和乐，
何乐台语来代替，一直坚持讲咱要用台语两字。何乐台语就当简唱台语，客家台语嘛当简唱台语，原住民台语嘛当简唱台语，用来偷这个讲。我伫公车会听到的是尊重台语的人是足强的。来，母语教育来当正常化，什么叫正常化？就讲伫校内底，母语的教学语的教练学过人，学语言教学你知，是上少3点钟叫做正常啊，无迄个练到40分钟的所以若有恢复到3点钟，都莫讲上华语讲6、7点钟啦，也是英语讲5、6点钟，上少3点钟，这个你正常化。倒来讲，语言转型正义会当执行。什么叫做语言正义？有足侪国家有做啊，咱即摆无人咧讲啊。爱尔兰安怎做？爱尔兰输独立，马上就宣布讲英语做第二语，爱尔兰语做第一语，全部大学拢考爱尔兰语，考不过是嘞，你莫读大学。即几冬最近才改做公立大学即摆公立嘛是安尼所以台语就无管啦。但是独立了，足侪冬呢，所有大学你拢爱考假哩，考不过你通读。菲律宾咱要讲菲律宾的菲律宾输独立，英语改做普通科目。印度输独立，马上输定宪法讲英语10冬后要废除。立陶宛、爱沙尼亚，还有一个什么？波罗的海、拉脱维亚，拉脱维亚特别是拉脱维亚，迄叫做波罗的海三国，袂使讲三小国，你知无？三小国是三小国，迄不应该安尼讲，你知无？迄是咧外小国家，无咧分大小，你知无？咱以前拢共写咧不应该。因输独立，是讲好，恁罗西亚人管占领遮久啊，阮独立啊。恁罗西人要继续住伫阮遮欢迎，考阮的母语，来考台语认证，考若过就互你身份证，考无过无身份证，乌克兰嘛是安尼，这个转型正义，转型正义当然不一定成功啦，印度失败，爱尔兰嘛失败，但是有转型正义有经过过程有经过过程有啥物事？当然帮助国家独立我讲过有语言正义、有语言运动的爱尔兰，伊语言运动到呾未完成呢？到呾因的人甲52%会晓讲假日的话，当然是伊是去互英国人统治6、700年啦但是因开始独立就开始做语言运动，因的独立运动是语言运动者带的啦。所以因也未语言运动做成功，半路就扣着国家爱尔兰独立这就是讲你有转型正义，有语言运动，对你的国家的独立是做有帮助的啦就是讲语言若无伫咱即代死去，就要保证咱无咱即代死去，但死去机会足大啦大家拢知影机会足大。就要安怎袂死去？就是你若讲你的母语，你就互你即个母语会喘气啦。所以你若公开无咧讲母语，公开咧讲华语，你就互你即个母语得袂喘气，迄个就是念会死啦。你茫讲只因为即个阮的关系讲华语，讲华语会袂安怎讲华语台湾讲华语，你讲华语就是互你的母语无机会通存活，伊就无咧喘气，因为你无互伊喘气。第五种，台湾若出现一个母语书写的诺贝尔作家，迄就可能，但是看起来无啥可能。第三，台湾若有一个母语运动，才去做总统啦，这看起来嘛无啥可能。好来，第七种，台湾若伫第一期间独立建国，这看起来嘛拢都无啥可能的拢这条件拢足困难。但是咧，这条件有，咱才有讲语言有改良台湾的少年人开始学母语，有歌啊啦，即摆就歌啊，咱的时代开，我阵开台语课，拢足侪人收啊。
哦，伫咧上课伤济啊，啊，所以爱去刷去迄个阶梯啊，阶梯教室较大间的100外人的才当上啊。这个和你一步就想了哈。但是毕竟拢足少啦，这100外人对1200万来讲有够少的，拢还佫足少数啊。啊，伫全面的讲少年人有开始真正消业无去。台湾的报纸拢是要去书写，这差不多无可能，啊，对不对？啊，自由时报捌互我开要台语书写专栏，你开到那有3、4个月，人就抗议甲，就叫我停起来。台湾的电视节目、电视拢是要去节目，这无啥可能啊。这个你若3不5时啊，咱听一个，啊，即摆就迄个面试，吼，有迄个家己因在讲台语。讲家己当着是吼，啊安尼是已经袂歹啊，但迄个足少啊，吼，毋是全面啊，吼，啊11点，像台湾人享用就是忽然间得到华语失忆症，全袂去华语人讲，吼，我有一个朋友吼，伊车祸啦，车祸了吼，切起来，哎呦，啊太拢讲华语，以前拢足切华语的人，哦，啊拢讲台语的啊，怎讲华语啦？原来伊是得着台语失忆症啊！怎华语迄个语区活咧，啊，迄个无去语区死去，哦，啊，希望咱会是倒变啦。安尼语言改样，爱等到后世代，我若照呢看起来，也是后世代，安尼愈久愈无可能，你知？